仲未喺珠海買到房嘅家姐大哥真係要聽我一勸啦！喺珠海市中心有一個樓盤咧，101平方做到5房戶型。你睇下我而家喺佢主人間嘅位置，20幾個方，仲係珠海新規住宅，100零個就可以上車啦！冇聽錯，係100零個啊，大哥！仲係咧，佢呢邊設計得非常之人性化，隱藏式嘅衣櫃利用咗飄窗嘅位置，你睇下。可以慳出嚟嘅空間真係綽綽有餘啊！20幾平方嘅一個戶型主人間喎，新規住宅就有咯喎，你睇一睇101平方可以做到5房戶型，呢個係大2間房嘅戶型，呢邊係大3間房，最緊要佢係我哋中意嘅橫廳設計，東南朝向，南北對流雙露台啊！你睇下 LDKG 呢啲咁嘅設計風格，真係太舒服啦吧！你睇下。係得呢間房仔係細咗啲，其他房啊真係大到你無法想像啊！101平方做到5房戶型，仲送埋個入戶花園俾你，先100零個出頭啊！首期咧都係20零萬就可以做到，你睇到嘛？101平方嘅5房戶型，好似對於呢啲戶型咁樣講咧，係主要係少之又少，仲係準現樓嚟㗎。如果對呢個戶型感興趣嘅話，評論區打個111啦，3條1，阿祖將呢邊啲詳細資料都 send 俾你，對比你就知道有幾香啦。